韓素希仙氣燈冚城，私下死亡角度自拍攝密新歡美包。記者劉文君台北報道，韓星韓素希又譯韓韶希於台灣時間今19日凌晨出席電影《肥尼基計劃》在坎城影展舉辦的首映會，換上一襲飄仙氣的白色禮服，搭配 Boucheron 珠寶相當優雅。而有別於紅毯的華麗樣貌，女神私下穿搭則是可鹽可甜。近日她更俏皮以死亡角度自拍公開手上新歡美包。韓素希近日透過一系列自拍美照悄悄曬出她的新歡，正是新加坡時尚品牌 Charles Keith 簡稱小 CK 夏日人氣包袋，其中她以簡約白色上衣襯托出粉嫩的 Everly 格紋保齡球包，包款以圓潤外觀配上短提把與可拆編織背帶。韓素希也同步示範了隨性手提斜背等搭配方式，隨意拎上都能散發俏皮甜美感。另組造型中，韓素希選擇換上圖騰針織短上衣搭配 Sienna 帆布托特包，柔韌帆布與溫潤中式皮革的組合，拼接出輕盈卻不失力量感的夏日都會風格。大容量設計更是通勤旅行時不可或缺的單品。此外，長相甜美的韓素希其實私底下相當有個性，以死亡角度拍攝的造型中，她身穿鉚釘元素皮革外套，紅色褲襪搭配漆面質感的蝴蝶結珍珠裸跟鞋，手上包款則選擇 semi 扭結保齡球包。全身造型以強烈色彩對比演繹造型張力，也讓女神展現出她多變的時尚魅力。